今日新闻头起先，就来看这高雄最近是有可能大山区起防发现起防偷盗粪扫，包含这出名的景点田寮的月世界，也有燕巢拢受害。时阵检警是追查怀疑幕后的主嫌是公山辟风里的里长谢丽的爸仔囝，目前是已经甲4个嫌犯羁押禁见。民进党嘛随开除这个里长的党籍，公所嘛安排人去代理里长的职位。 机械甲山谷内底粪扫落起来，出动人员来变扫环境。高雄燕巢区甲田寮区月世界附近连续防乱倒台南家用粪扫，一开始怀疑是台南清运业者。检经调查发现，幕后主嫌竟然是高雄工商区辟风里长李有才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李某父子及苏某、施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、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 李有才伫当地连任4届里长，却受检调查处伫燕巢区某一个铁厝租厂房坑收来台南家用粪扫，结果派司机趁暗时甲这粪扫倒伫山坡底。我惊一个，我昨天看新闻，安尼话要是到边可可怜啊。伊拢在咧讲伊共处理人的高别道咧。哦。啊，甲变咧道嘛。 里长虽然是以无党籍身份当选里长，面色却是出现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斗阵协商，也引发国民党民意代表质疑。陈其迈该熟悉，和陈其迈真生气，决定要滚。这个李有才里长等一干的这个共犯也全部绳之于法。这个乱倒垃圾破坏环境，我们一定会严厉的来执行法律，绝不宽待。只是加入党员，但是他争取提名的时候，民进党并没有提名他参加过里长或者议员。昨天晚上就立即通过要将他予以除名的党纪处分。陈其迈讲，相片互人盗用的提告捍卫名誉。民进党是随开除这个里长的党籍，准里长洪秀雅7月依照地方制度法相关规定暂停里长职务，也有公所派人来代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